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关于房地产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新闻，一个是传言有很多媒体当然了都是自媒体在傳言說貝殼年底人員優化補償 N+4，說據消息透露，貝殼已開啟年末人才優化，比例據說不小，涉及產研、運營、中後台，猶如接近年關，補償上給的是 N+4， 也就是 N+1 的基礎上再多給3個月的年終。二手房交易量滯漲，貝殼科二利潤率暴跌，加上各系統已建設完畢 ，AI 提效明顯，企業為了生存降本增效，實屬正常不過，他說這波補償到位，讓大家也無法挑剔。這個網上關於貝殼裁員這個傳言非常多，甚囂塵上，30%裁員。貝殼在全國的這個員工恐怕有20萬了，也就是有6萬人在這個寒冬失去了工作。原因不外乎這麼幾個第一個就是樓市確實越來越冷，這個貝殼已經是扛不住了。貝殼主要是二手房交易嘛，貝殼它也轉型對吧？它甚至自己親自下場，我記得是在成都在什麼地方，他拿地自己開發搞房地產，結果都叫逆風飛揚與趨勢做對抗，徒勞無益螳臂擋車。所以這個科二季度利潤暴跌明年怎麼辦？這是第一個也就是房地產已經對吧暴雷4年了，作為房產中介何去何從？小中介早就關門了。第二個呢，據說由於這個人工智能這個得到普及他那個顧問的個人的這個工作效率得到極大提高。也就是說以前2個人幹的活，現在1個人就夠了。結合那個人工智能這個系統一開發出來之後，因為我也沒賣過房子，我對這個不太了解，那估計就是說你要比如說顧客是吧，想找一個90平的2室1廳的房子它房齡不超過多少年，位置在什麼地方，大概多少價位等等，他把這要求輸到這個大模型裡面，馬上對吧，人家就能推薦出這個幾個在售的掛牌的樓盤出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關於這個辦手續對吧，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解決對吧，第一步做什麼，第二步做什麼，需要幹什麼等等就是說這個人工智能的這個普及也讓這個顧問它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它不需要那麼多人了，本來現在交易量就少，這也是人工智能跟這個韭菜牛馬搶飯碗的這個例子之一了叫 AI 提效明顯嘛。第三個說明這個貝殼對未來預期也不好。如果他認為現在房價已經見底了，樓市已經見底，已經回穩了，他沒必要這個時候裁員了，而且這麼大規模的裁，穩了嗎？意味着就要往上走了。你扛過了冬天，你卻在春天對吧播種的時候你裁員，沒有必要那他這時候這麼大規模的裁，說明貝殼對未來也不看好。那麼今天跟房地產相關的一個重要新聞，除了貝殼裁員的傳聞那就是過氣網紅城市杭州。今天有很多媒體都在報道杭州的麗晶國際大廈，這也上了熱搜，叫什麼呢？叫杭州網紅大樓租金近乎腰斬，直播網紅批量撤離杭州。我記得我前2天節目裡面介紹了對吧？已經有媒體報道了，今天突然越來越多的媒體報道，而且上了熱搜。網紅大樓租金腰斬，說記者近日來到了杭州知名的網紅大樓麗晶國際大廈，記者在麗晶國際大廈門口觀察到，短短一段人行道上密集排列着近10家房產中心的廣告牌，多個房源信息上甚至打上了醒目的急租降價字樣。廣告牌顯示麗晶國際大廈一個單間的月租金已跌至1200到1800元，而在2021年之前的鼎盛時期，這裡的單間月租普遍在3000元以上，高點甚至可達4500元。如今租金已經腰斬。記者在現場注意到，電梯間與樓道裡往來穿梭的多是步履匆匆的普通上班族和悠閒的中老年居民，往日裡精緻裝扮的網紅身影已難尋覓。除傳統住宅功能外，大量美甲、攝影等各類工作室如小企業遍布大樓多個樓層。據該房產中介人士介紹，僅其個人就掌握着多套麗晶國際的代租房源。這個媒體報道非常多也從各個角度報道的，這個而且特別長。
我只是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麗晶國際大廈實際上是過去網紅城市杭州的經濟的一個縮影，一個先行指標。麗晶國際大廈最火的時候，裡面每個房間都是直播帶貨，或者是直播打賞、直播 PK 啊，整個直播經濟就是以麗晶國際大廈為代表，它象徵着代表着直播經濟的起伏、繁榮和衰落。所以它最火的時候一個單間的租金是4000多，現在1200、1800都有，人去樓空啊。對这個直播 PK 來說守護的大哥沒了，大哥現在成了稀缺資源。大哥沒錢了，大哥家也沒有餘糧直播賣貨呢，大家也知道現在對吧？那天節目說了，什麼新選已經搬到廣州去了，三隻羊關門了，什麼向太撤了，紛紛離開杭州。所以我說杭州叫過氣網紅城市，這個叫一語成讖這個麗晶國際大廈的起伏就是代表着杭州的這個直播經濟。那隨着直播的衰落，更多的年輕人會離開杭州，因為他找不到工作他幹什麼呢？有很多做直播的，還有直播帶貨的，他們就到了杭州附近農村，去了義烏，甚至離開浙江，对吧？到更便宜的地方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你只要離開杭州，对吧？到这个，你比如到河北，你租金也便宜了，人员工資也低了，那你這個直播賣貨保不齊還能賺點錢，還能勉強就維持。那這個反映了什麼呢？反映了就是杭州的樓市恐怕也要進入一個加速下跌的過程。這麼多主播在杭州的時候，他們收入好的時候買房不費事，對吧？一個月3、5萬的收入，他買房不難，完全也可能。但是現在呢，一個月1萬了，光吃光喝剩不了多少，他哪敢買房？現在很多買了房呢是要賣房走人，所以這個對杭州的樓市來說不是好消息。大量的 MCN 公司倒閉。這個科創板日報報道說，2020年和我同期開播的夥伴們，現在很多都已杳無音信了。電商主播博主滿滿向科創板日報記者感慨道，科創板日報記者來到了杭州知名的網紅大樓麗晶國際大廈。以前這裡住着很多網紅主播，現在雖然還有，但確實少了很多，而且整棟大樓住的人也比前2年少了很多。一名房產中介帶着科創板日報記者進入大樓內部。今年以來，被稱為網紅經濟的第一城杭州，曾經分布全城的電商網紅主播出現了批量離開現象，引發了有關杭州網紅經濟泡沫是否破裂的熱議。這還有什麼好議論的呢？我前2年就說了，過氣網紅城市沒有流量了流量越來越貴，租金越來越貴，房價還越來越漲，人員工資也要漲，網紅經濟也扛不住直播利潤再高也扛不住，對吧？現在大哥沒了，以前大哥都是包工頭無聊又有錢，也沒見過女人，對吧？所以說看到直播間那些什麼10幾美元之下的美女主播，那就哐的就打賞。現在沒錢了，最主要是沒錢了這個麗晶國際大廈它厲害到什麼程度它高光時刻1年的這個就是直播電商嘛，就是產生的這個收入堪比一個縣的 GDP 了不得結果呢，你說就這麼一棟樓給杭州都能貢獻一個縣的 GDP 2025年雙11如火如荼之際，這個曾經的行業符號卻顯得與時節格格不入的冷清。無論是屏幕前的主播還是屏幕後的金主，很多人都在理性的選擇離開杭州。在這個冬天媒體集中吹響，對吧？杭州這個網紅經濟破裂的這種號角上了熱搜嘛，實際上已經說明問題了讓含義傳遍每個中國人，杭州也不能例外，對吧？連一線城市都扛不住我們再看看這個樓市低迷它的後果還是杭州。所以這個過氣網紅城市杭州這個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麻繩專挑細處斷11月20日，杭州上市公司顧家家居發布公告，杭州德意家駿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作為顧家家居持股5%以上的股東，於2025年10月15日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請。這個顧家集團以及其實際控制人顧江生近年來多次被法院列為被執行人，這個就不做過多解釋了顧家家居家居行業申請重整什麼意思？就是申請破產重整。家居行業為什麼這麼慘？那不就是房地產嗎？說明房地產不行，對吧？新房子賣不了，二手房也賣不動，誰還買家具對吧？又一家家居行業破產重整。紅星美凱龍對吧？是破產重整。我記得還有一個什麼哪個家居企業的老闆對吧？就選擇了高墜就家居行業基本上有點影響的都已經爆雷了，說明這個
受房地產低迷影響。我們再看看这個萬科的原董事長王石啊，他最近啊在公開場合談到了房地產，他認為啊房子真正作為使用和更新才剛剛開始。大家看視頻啊。但是真正作為房子作為使用，作為了更新，應該說現在才是開始。你不用再盼望春天什麼時候到來。你說的春天到來，咱們看啊，中國現在有個誤區，就是更多的把房地產呢當投資品。房地產當然有投資屬性，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現在人要改善住房。現在新房子的新房型的訴求還是在买，包括咱们廈門啊，比如說就一些新開發的，實際叫做第四代，對不對？我一說你知道了吧？這第四代就很重要的。過去呢，陽台都把它封掉了嘛，是不是？當然住宅面積，現在不是了，陽台不但不封掉，還要大，叫空中花園。舉這個例子，你抓到這個機會了。至少現在市場調整期當中呢，這個市場是不錯的。我只舉這樣個例子啊，更多現在需要改善的生活，那個裝修換家具，在電氣化、碳綜合，機會非常非常多的。你們學習都現在很年輕，是青春飯，你們準備不準備？有一天也能像我這個年紀，還是這麼活蹦亂跳？這個吧，你準備不準備？你要準備，我就建議你們，老年先老哪兒？腿。老先老腿啊。腿。老腿呀，别說老腳的是吧？當然它是一致。老年先老腿嘛。那老了得怕什麼？摔倒。怕摔倒啊？这道理很簡單，你摔倒，從小孩就開始摔，到青少年也摔，到中年也摔沒問題，是不是啊？哪怕就是摔了骨折，各方面的很快，也就是傷筋動骨100天嘛。但是老年只要一摔，連續摔3次，基本就交代。摔1次，那就生活質量大大下降；摔2次，很可能就是說臥床不起了，就活動非常不方便；再摔3次，就最後就整個器官衰竭，脂肪炎、休片摔跤。健康啊，就是这摔跤。所以我说81歲再一次登珠峰嘛？為什麼呢？因為現在人類登頂珠峰最大年齡是80歲，我現在75歲，還有6年之後再去登珠峰了。也不排除可能這時候又有一個85歲的上80歲破了，不是81歲破不了，那再給我更大的空間嘛？那我就86歲再登。這個意思什麼意思？不是說我最後能不能上去，是不是能破不重要，你有一個目標，所以這個目標你知道你的狀態，你的身體的保持狀態。關於王石啊對房地產的看法，這個不重要啊，一家之言啊。但是啊，他對運動的看法，我覺得值得推崇啊。也就是不要等到老了才想起要運動。這王石現在75歲是吧？保持這樣一個身體狀態啊，那還是不錯的。這個跟他運動有關啊。我看那個王石不僅登山，他滑那個皮划艇，每天都做有氧運動啊，還有那個力量訓練啊。人老腿先老。作為我們牛馬和韭菜啊，你不一定擁有財富，對吧？你也不一定擁有這個叫學富五車是吧？什麼淵博的知識，但是你可以擁有一個強迫的身體，強健的體魄，這個都是一樣的啊。也就是這個知識、財富和身體，你總得抓一樣。你比如說那個霍金是吧？他不能動，但人家大腦值錢。總之啊，為了這個晚年的幸福，這個生活質量，這個運動是需要的。有錢人更在乎運動啊。為什麼呢？實際上身體都一樣啊。到了晚年啊，到了70歲，健康的體魄比錢、比財富恐怕更重要。所以在身體這一塊啊，作為牛馬，作為韭菜，完全可以啊迎頭趕上。我們再看個好消息啊，這個央視財經報道啊，說前3季度結婚登記同比增加超40萬對。民政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3季度結婚登記數量515.2萬對，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0.5萬對。今年5月10日，我國新修訂的婚姻登記條例施行，新人結婚登記可以全國各地通辦。數據顯示啊，近半年我國已累計辦理全國通辦婚姻登記超26萬對。近年來，為鼓勵適齡婚育，不少地方調整了婚假時長。截至目前，全國已有29個省份延長婚假。近期啊，
浙江杭州、寧波、紹興、金華等多地宣布向新婚夫婦發放結婚消費券。不管怎麼說啊，這個結婚登記數量增長，這個肯定是好事啊。但是啊，它到底為什麼增長啊？這統計口徑有沒有發生變化？增長的是年輕人還是那些老年人補辦什麼結婚登記的？這個不得而知啊。如果是年輕人增加了，那這是個好現象，对吧？年輕人結婚對数增加，那就為這個新生兒增加打下了基礎，那人口下降的趨勢啊就能夠減緩。如果啊，比如說吧，有些人对吧，老年人補辦婚禮、補辦結婚證之類的啊，那這個就是刷數字啊，沒有意義。具體什麼情況不得而知。我們再看看媒體報道啊，說上海出現買房出租新趨勢，回報率超銀行存款。今年下半年，上海二手房市场出現新趨勢，買房出租投資者明顯增加，這類成交占部分中介門店成交量的30%。這部分買家傾向於全款入手老公房，最快1周內即可成交。據相關人士介紹啊，二手房投資的核心吸引力在於租金回報率。浦東一套160萬的50平米的老公房，月租金4500元，回報率達到了3.3%，遠超國有大行定期利率。業內人士分析啊，說老公房多位於地鐵沿線或產業園周邊，小面積戶型，租賃需求穩定，掛牌後半月內即可出租，回籠資金。說數據統計顯示啊，11月上海二手房成交套數1.6萬套，日均成交高如金九銀十，樓市旺季，較高租金回報率或促进市场流通。这个报道啊，让我想起了2年前啊，杭州对吧？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也是掀起了一股炒老破小嘛，对吧？说深圳的投资客到杭州买老破小，一会儿又是上海的投资客到杭州買老破小，后来是北京的投資客去杭州買這個老破小，到後來實在不行了啊，變成杭州的中介自己買老破小，理由就一個啊，就是那個老破小50-60萬一套，或者70-80萬一套，然後出租收益率能達到3%。所以好多人跑去投資，2年前買的，現在不知道還能不能哭得出來啊？這個時候你算什麼年回報率、租金回報率3.3%，且不說你算的對還是錯啊，這個就是叫刻舟求劍呢。你這個月啊，租金回報率是3.3%，等到明年對吧？續租的時候你就知道了，能不能租得出去都是個問題，能租出去也要便宜。杭州的這個麗晶國際大廈不就是例子嘛，對吧？最高的是4000多，現在只租到1200到1800。但是我也不能否認啊，有人買這個房子投資，他也是被逼的，這個就是一種情況，就是他手上錢多，總不能全存銀行吧，對吧？一個銀行存50萬，10個銀行都存不下，對吧？他也不願意出國，那他對吧？退而求其次，那只好買這樣的房子出租，對吧？這個叫分散投資，對吧？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面，千萬不要有人心動啊，去貸款，然後自己借首付，對吧？貸款去買房子，然後融入出租，這叫投資。今天啊，澎湃新聞啊報道了一個韭菜買房啊的遭遇啊，這些韭菜啊買的都是法拍房，買完法拍房之後啊，發現辦不了房產證，傻眼了。這是澎湃新聞報道的啊，11月24號，我們看看什麼情況啊。他說啊，一起籌款通過司法拍賣買下85套商品房，1年多來未能辦理房產證。這是湖北黃岡市黃梅縣齊女士等21人的遭遇。黃梅縣那離我這個現在住的地方很近吶，就在安慶邊上啊。這個今年1年啊都在這個叫黃梅戲起源之爭嘛。湖北人說黃梅戲是黃梅縣的，安慶人說黃梅戲是安慶的。我看爭了1年了啊，說明他們近吶，就2個挨着。這個黃梅縣啊，我覺得最出名的還不是黃梅戲，應該是長宗5族還4族，應該都在黃梅縣。5族那個叫弘忍吶，6族不是慧能嗎？菩提本無樹啊，明鏡亦非台，本身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是在黃梅縣5祖寺做的啊。但是3祖寺啊叫僧璨，哎，他又在安慶，所以這2個地方離得特別近。這個說遠了啊。那這個齊女士他們21個人呢，買了法拍房，結果1年多都辦不了房產證，對吧？這不行就問問佛祖啊。齊女士等人追問原因，得到相關部門的答覆是，按規定應給他們辦理房產證，但部分房屋有人入住，導致無法辦理房產證。錢先生是部分裝修入住的房東之一，2017年付了首付買下一套吳楚 CC 國際的預售商品房。據錢先生介紹啊，最早買房業主一共有124戶，2018年樓盤停工，在政府的協調下，124戶業主們開始自救，把剩餘的房款湊出來，用來建設
房屋水電、電梯、綠化等工程，而政府開發商承諾會把這124戶房屋解封，實際上就是一個爛尾樓唄。開發商暴雷了啊，這個124戶啊已經交了錢的業主怎麼辦呢？找政府，那政府協調，剩下的大家先湊錢把這房子蓋起來，因為這個房子肯定被查封了嘛，被其他債權人啊，那到時候再協調把這個解封，然後給這個124個人呢，对吧？把房產證一辦，這個開發商一定有其他的官司啊，這個已經被法院啊查封，所以這些前些人这些人呢，那肯定就湊錢啊，把剩下的剩餘的工程完成，对吧？水電、電梯、綠化，然後完成之後他們就搬進去住啊，裝修，對不對？但是啊，他們至今沒能辦下房產證。更讓業主們難以接受的是，在此次85套法拍房中，有38套是此前124戶業主所購，前些人的房子也在其中。也就是說啊，這次法院拍賣的85套房子有38套啊，是他們當初那124戶裡面的，他們都是受害者，目前也在維權中。11月21日，環梅縣不動產登記中心相關負責人回復澎湃新聞稱，吳楚 CC 國際房產糾紛是歷史問題。近期，他們和齐女士已經達成共識，齐女士和丈夫名下一共18套房產，先給其中13套辦理房產證，另外5套因有人裝修入住，暫時無法辦理，後面再逐步解決剩餘房產的辦證問題。齊女士表示他們並未同意該方案，也未和政府相關部門協商一致，他們要求統一辦理21人拍下的85套房產證，若實在無法辦理房產證，法院應該退賠，也就是退款加賠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起無法辦理房產證糾紛背後，涉事房產項目因停工、保交樓、拖欠工程款、被查封等歷史原因，部分商品房已出現了一房多主的局面。根據相關司法拍賣頁面顯示拍賣的商品房有85套，總建築面積9416米，總評估價是3891萬，單套面積80到120多平，單套評估價30萬到50萬不等。此次司法拍賣由黃岡市、麻城市法院執行，司法拍賣的價格較為便宜，差不多是當地市場價的6折，覺得拍下這批房子很划算。這個齊女士就經過商議，眾人決定一起籌款參加此次司法拍賣競價。值得注意的是因無人報名，吳楚 CC 國際85套房產第一次拍賣流拍，第二次拍賣時拍賣價格下調20%。2024年3月，齊女士等21人以委託的方式，以2490萬元的價格拍下，折算下來每套30萬元左右。齊女士介紹21人中不少人是當地的村民，是在外地打工的，打算買房用来自住，並方便孩子在縣城讀書。齊女士和丈夫名下一共18套，這18套中有3套是齊女士的親戚出錢買的，但這批房子房產證一直沒法辦下來，為此他們曾向多部門反映情況，事情依舊沒法解決。這是圖便宜買法拍房。經常看我節目的網友都知道，是吧？我是不是一直勸呢，不要去買法拍房？這個人出手買21套，不管他是什麼原因众筹，對吧？很多人一起買85套，這中間恐怕都有故事本來是想去占便宜的，結果你看看惹上麻煩了，辦不了證他這無解，對吧？你找法院，法院也可以推辭辦證不歸他們管，就是现狀拍賣，法院只會給你一個裁決，說這玩意是你的，至於能不能辦證那是你自己事情，法院不會幫你去跑去辦證呢。有的法院拍賣的時候上面寫着不負責交付，什麼意思如果那房子裡住着人這法院可不管去趕人家走，他不負責交付，他只是把房子拍給你了，然後給你寫了一個這個对吧裁決，房子是你的。你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保交樓，但是为了把這個房子蓋出來，他什麼招都使了，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他也解決不了，那就拖着唄，對吧？至於以後能不能解決我不知道這咱們不能把話說得太死，但是10年以後解決了，你為這個操這麼多心，付出這麼多精力，值當嗎？對吧？你現在你認為6折很便宜，再過2年看看4折3折都有可能。这個法拍房裡面的坑太多了，对吧？普通人隨便踩一個你就爬不起來。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建議韭菜牛馬去買法拍房，對吧？好事落不到你頭上，除非你是專業人士，對吧？你在當地很有資源，很有人脈，否則不要去占這便宜，不要老想着去占便宜那便宜背後一定有陷阱別人為什麼不去拍賣呢？既然那麼便宜，對吧？所以這就是買法拍房最後雞飛蛋打，對吧？本來是想占個便宜的，這下恐怕鬧心吶，對吧？有這個精力你幹點什麼不行？所以我一直觀念就是你作為牛馬，作為韭菜，不要老想着占政府的便宜。
它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對吧？你想涉及到保交楼，保交樓當時政府就是根本就不按照市场規律的办的，一切都是緊急狀態，都是情急之下。所以你說找哪個領導負責，他負不了責。那時候都叫什麼專班，非常時期採取了非常辦法，對吧？這個你再找法院，法院更管不着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